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驶向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驶向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驶向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礼拜要开始进前呢，请咱提出咱的手机仔的检查，看咱的手机仔有关静音，还是关机吼。莫等下礼拜的时阵，伫遐赖来赖去吼。好，爱关震动。好，好，咱即时要来唱这首诗歌，出声吟诗。出声吟诗来称赞主圣名，也去相处感谢主你的听。我主耶稣，但求你充满我，予我水中欢呼落无山。来因。出声吟诗来称赞主圣名，也去相处感谢主你的听。我主耶稣，但求你充满我，予我水中欢呼落无山。来因哈利路。感谢主，好，咱来同齐读这句
经文伫诗篇27篇第1节来，上主是我的根，我的拯救，我要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着惊啥人？上主是咱的根，是咱的拯救，要安怎？爱时常甲上主相结连，所以咱爱常常来祈祷。好，首先咱来做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咱爱感谢上主，因为上帝是创造万物，伊是公义，伊是慈爱的主。咱嘛爱来敬畏上帝，咱爱来认罪，伫上主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咱同齐开声来祈祷。主上帝，只是求你领在我们同心来敬拜，伫你的面前，我们来谦卑服侍。上帝伫身边来阮对点前礼拜，我们来专一来敬拜、跪拜伫你的面前，我是当你的上帝。求主你来下面我一切的规划，求主你来亲近我的心，我会当我靠你的主。主上帝，你是仁爱，你是慈悲的上帝，你是公义，你是爱和平，阁有怜悯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会引带，伫阮悲伤的时，你甲阮伫地；伫阮人得罪你的时，你也时常用温柔的声来提醒阮。我要阁一届将家己献予你，求你来使用。求你用信心跟照阮的心肠，予阮勇敢无惊吓，对主来向前行。感谢主无停，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咱要继续来做医治头房的祈祷，咱来邀请主耶稣成做阮每一个人心灵的主。将阮的咱大家的烦恼拢交托伫主，咱嘛会使换手伫你身躯无爽快的所在来求主祈祷，求主来医治阮。咱只是来开嘴同声来祈祷。伫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扶持，求主你的信心来照顾每一位咱的姊妹，是心灵有需要的，你用兴趣来医治咱求主你来医治阮，将阮抱伫你的面前，你要带阮出黑暗进入光明，因为你是你所听的经历，求主你来照顾，我们常常来祈祷，你将你家己的性命献上，为着阮来牺牲。我感谢你，我嘛要邀请主耶稣，成做阮心灵的主，将阮每一个人的重担拢交托予主你。阮的忧伤、阮的烦恼，也是阮的身躯白痛，主你拢知。求主你来帮咱，求主你来医治，求主信心你甲阮伫地。予阮活伫世间的每一天，拢是充满暗茫。主，阮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咱搁来要来为主日来守望，咱要来为即个主日服侍的人员来祈祷，求主做阮的牧者。求主来信心来亲自来引带这场礼拜。咱今年要来推动外展部门的团契的事工，要透过上年的事工、妇女的事工、搁社青的事工来接触，搁较侪的福音的朋友，嘛会当来促进。教会之间的交流，过来本主日是淡江中学的纪念主日，求主来祝福全台湾，各教会学校的老师甲学生，会当来为国家来培养优秀、阁有信用、见证的人才。咱开嘴来祈祷。所以，主，我哋面前求主你来祝福牧者大家。
来献上阮的感恩，求主你信心伫阮的中间，保守所有服侍的同工，互阮的服侍会当荣成一人。今日阮阁要来推动团契的事工，求主来看顾、来保守，无论是上年妇女还是社青的事工，会当有阁较侪机会来传福音，甲别间教会来交流。今日嘛是淡江中学的纪念主日，求主你亲自来看顾教会学校，透过教会学校来传福音，以及培养有好的见证，有传染力的基督徒。阮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你的名求，阿妹，咱同齐用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试，就救阮脱离迄歹个，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要因为你欢喜快乐，至高的上帝啊！我要称赞你的名，请咱做伙来吟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起立来吟全首。我是教堂，只可。
我心足足必等老，请求现在悄悄，我的灿烂应要，我们堕落祷告被盗，献祭的羔羊，他不能做的高，我的心会醉倒。阿门。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搁大有怜悯，阮的主上，阮的上主，阮的阿爸爸上帝，求主耶稣，你是搁真搁活的神，宇宙是你创造，世间是你定着。对日出的地到日落的地，你的名伫活邦中存最大，花开花谢拢有你的定时。上主，你有大能，永袂失败，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永活全能的神，互阮一生充满你的荣耀甲奇妙。感谢主，你赏赐阮过去一礼拜久，阮平安健康顺遂，你的供应超过阮所想所求的。阮感谢你，你互阮每一天拢伫你的奇妙作为中经历你的慈爱甲美善，荣耀拢要归伫你。蒙恩的儿女，阮爱诉说你的公义慈爱，甲你无比的疼。出于神，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要来承认，阮是软弱的，阮是微细的罪人，阮论断人，骄傲自大，对人失去耐心，互世界来吸引，听世间牵也过伫上帝。主啊，求你的光来光照阮，叫阮的罪被显出，互主你来教导，互主你来指正。上主，阮需要你，若毋是你的恩典，阮会当做啥物？若毋是你的救赎，阮就是伫罪的深渊中不断地沉沦。主，求你施恩帮助阮，一步一步跟对你。你施恩互阮，行伫光中，领受你带来的喜乐、平安甲更新，来靠主得胜，荣光上帝利益人。主你的名何等的荣美！阮甲阮的教会期待甲主你来相拄，希望你的教会、嘉南教会，伫台湾、伫桃园，成做社区的帮赞甲扶持。互教会今年伫2026年所要做事工甲计划，拢成做温暖的光，照伫桃园这个社区来彰显你的名。今日是陈江中学奉献的主日。感谢上帝带领陈江中学经历了114年，互陈江中学伫台湾造就了真济的人才。学校也照着主你的教示，教导囡仔行合宜的路，互因到老拢袂歪错。求主上帝继续来带领陈江中学，互因伫学习创新、品格甲关怀。国际的眼光，甲全人人格教育上更加精进，互上帝对世囝的心意继续彰显伫台湾。今日也是总会国内外的宣道奉献主日，教会的团契主日，下晡也有牧养同工会阿甲伯的领袖小组。主，阮求主你亲自来掌权带领，互一切拢行伫你的教导旨意中。愿将今日的敬拜服侍，甲每一位来到你造成兄弟的心，拢献予你。圣神来赏赐阮有较无的心甲灵，来领受对你来的恩典甲祝福。你的今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有主你名，仰望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8篇就是诗篇23。启用文第8，诗篇23，我来启。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互我心的快乐，
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管，也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添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温暖之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来，请圣歌队来献诗，因今日所要献的诗歌是。我愿奉献我一生。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章3到8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章3到8节，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根据伊无限的仁慈，通过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话，上帝有互咱定出世，通得到活活的愿望。来承受伊为着恁保存伫天里迄个袂朽烂、袂拍拉散、袂消失的福气。这是要互恁才会通过信受伊的大能力保守的人，通得到准备，伫将末的时机会实现的拯救。为着安尼，虽然恁现在暂时要着受种种的试炼、辛艰苦，恁着欢喜。这是要证明恁的信心堪得受考验，比互火燃过也会败坏的金搁较宝贵。通互恁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称赞、荣光甲尊贵。恁虽然毋捌看到伊，嘛听伊，现在无看见伊，要久信伊，恁有用言语袂当表达极大的欢喜。来，请邢中旺牧师来讲道。邢牧师目前是淡江中学的校牧，伊要讲的题目是“你快乐吗？你快乐吗？”所敬听的陈牧师，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我代表淡江中学来伫咱的中间，甲咱来请安来报告。咱淡江中学是咱家己教会学校，真欢喜吼！今年咱的牧师的千金云杰吼，伫遐读册要毕业嘛小可真欢喜啦吼！嘛小可安尼感觉毋甘啦吼！因为伊伫学校其实是真好的表现吼！嘛是因为。咱家己的教会学校，咱较有机会来关心着吼，嘛有他拄仔讲许庭贤姊妹今仔日嘛有机会对英国转来，嘛是咱的好友吼。我相信伫咱的中间嘛有真侪咱的好友吼，也是讲咱好友的家长吼，都是咱对伫学校的关心甲支持吼。旧年我有来过吼，今年。阁有机会伫遮，当然我知影吼，我讲阁较济吼，嘛毋达到咱有机会吼来学校来参观吼，会当亲身来看。当然，因为是咱家己教会学校吼，嘛欢迎咱将囡仔送来学校来读册吼。咱桃园甲淡水即个距离，其实讲起来拄啊好啦，你会感觉较远吼，但是。
因为即个距离，恁会当将囡仔送去住宿，吼，带伫学校。啊，像我之前讲过，吼，咱若是囡仔带伫学校，吼，亲子关系会较好，吼，你着毋免逐工想要甲念，吼，但是你会想念他，吼，啊，伊嘛感觉厝内足好诶，吼，啊，转来就较乖一阵啊，啊，等你若感觉伊开始你想要甲念诶时阵，伊就搁乖乖转去学校，吼，啊，所以伊嘛会当伫学校学习独立啦，吼，家己照顾家己，吼，啊，这嘛是一个好处，吼，啊。我小可，互咱知影，咱学校即摆情形大概，咱的学生吼有幼稚园、有小学、有国中、有高中，加起来大概有2600外位吼。啊，听起来敢若真济啦吼。啊，但是其实咱希望有搁较济的教会的学生，吼，咱家己的子弟来学校读册吼，因为安尼第一。因有机会伫遐来接受咱的培养，啊，嘛会当来发挥咱信徒伫学校的影响力，互咱学校会当搁较有基督教的信仰。吼，虽然咱已经有校牧，吼，即嘛是2位校牧，啊，但是咱伫即个世代，吼，其实咱嘛看到遮个囡仔，吼，特别是国中、高中的囡仔，因会面对搁较济的挑战。啊，所以咱伫学校，咱的囡仔伫学校大部分的时间是无接触到手机，吼，因为伫学校咱就甲手机收起来，吼，啊，这就是咱嘛是一个教育管理的一个本分，吼，啊，当然咱若是要了解较济，吼，当然有机会当来问我，也是问云杰，吼，马英里，吼，也是咱上网，吼，会当先了解，吼，嘛。希望咱会当有搁较济学校甲教会合作的机会。当咱即马要来领受上帝的话，吼，咱大声来祈祷。主管感谢你的恩典，听从你伫阮的中间，你赏赐阮，毋管伫什物款的境遇，咱拢会当靠你来得到欢喜，并且掠你做阮上大的快乐。总是主阮也期待主你时常将你的恩典。加添伫阮的心上，阮即摆也要对伫你的话语，互阮来得到帮赞，得到启示，也求你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请问你有快乐吗？感谢主，啊，是虾米原因快乐？有主伫地，吼，真好，吼。快乐拢是咱所追求的，吼，无有人讲伊无要爱快乐。当然，我的题目是讲快乐，其实伫英语内面，快乐就是 happy， 吼，名词叫 happiness。咱若是翻做中文的讲做是幸福、快乐、欢喜，其实拢是共款的英文字。但是当然伫中文有时阵表达会无共款，吼，有时阵吼，但是咱今仔日毋是要来上即个语言课，吼，咱是要来。互咱知影即个快乐也是欢喜所代表的意思。我先用一个电影，吼，这是即个漫威，吼，伊有一集，吼，是即个奇异博士，吼，失控的多重宇宙，毋知咱有看过无？吼，其实即个奇异博士，吼，伊已经真厉害啊，吼，但是伊有一届收到一个喜帖，就是伊的前女友的喜帖，吼，邀请伊去参加。即个前女友的婚礼，吼，你想，对伊来讲一定是心酸酸对无？但是伊嘛是真有心思的风度，伊就去参加。伫即个婚礼了，即个伊的即个前女友，即马已经是人妻啊，吼，就来甲伊打招呼，就问伊讲 ：Are you happy？ 你快乐吗？你幸福吗？奇异博士呢，伊就真台语讲真惊啦，吼。就讲sure， 当然啦吼，是安怎？因为伊是奇异博士但是其实伊心内当然是无真快乐这必然的。伫即个电影，佫有一个主角叫做绯红女巫，伊嘛是伫追求伊的幸福。伊的幸福是啥物？伊会当有家庭，甲范氏会当生囝，有家己的囡仔，所以伊就要伫多重宇宙的中间去敲揣。伊的幸福，伊的快乐，所以这出电影其实你若要看伊的主轴，就是人安怎要得到伊的幸福，
伊的快乐，还是讲伊感觉真遗憾的物件，敢有可能得到修补？什么是快乐？咱拢追求快乐，咱嘛要得到快乐。咱甚至咱要得到永远的快乐。有时阵，毋知你是毋是甲我共款，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当你真欢喜、真热热，也是讲，感觉真幸福的中间，你心内有一种淡淡。忽然间有一个阴影出现，想讲，这个快乐，这个幸福，敢会当继续一直刷落去？当然，人拢要希望快乐，但是什么是快乐？什么是欢喜？我伫学校吼，我会甲学生有即款的对话，上课的时阵啦吼，问伊讲，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欢喜？学生其实即马你若甲青少年对话吼，因的答案吼，拢真直接、真简单。伊讲爽，爽，有一个讲当然伊若心情较好，伊就讲较侪字啦，讲快乐，快乐就是快乐啊，就是 happy 啊，话会讲搁较侪。伊讲，就是最快乐的代志，最欢喜的代志。话就讲，甲介意的人斗阵，甲喜爱的人，斗阵最喜欢的事。那呢，咱老师嘛，就爱甲造句，就是讲因无共款的意思，甲连起来，安尼快乐就是伫共款的所在。甲伫共款的时间，甲介意的人斗阵做共款的代志，这就是快乐，就是幸福。毋知你有认同无？那安尼吼，即马你就是快乐，对无？礼拜日嘛，伫咱教会对无？甲你介意的人斗阵，你看你边仔的人是毋是你介意的人？是毋是你欢喜的人？做共款的代志，什么代志？敬拜上帝，对吧？这就是幸福。所以呢，即马这个时阵，应该是上幸福、上快乐的时阵。所以现在若世界末日的时阵，咱毋知什么时阵，若是伫这个时阵，上帝就世界末日主耶稣对天降临，这是咱上欢喜、上快乐的时间。这款的幸福嘛会当一直留着。当然，快乐毋是干那安尼那定，咱要用搁较有即个学理、合理的讲法。快乐，会当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你的需要得到满足，你的需要。当然，咱有无共款的需要，你若不肚枵，你会当得到食饱，你的需要满足，这就是快乐。你若今仔日你要去佚佗，有人陪伴你，有朋友做阵，这嘛是种朋友的需要，你会当得到快乐，因为迄个快乐会搁较大。所以若是用即个表，即个表是啥物？即个表叫做马斯洛伊的需求层次理论，可能有人有看过，你若无看过，无要紧当做我今仔日甲咱上一节课。这个需求层次理论是马斯洛一个心理学家伊所发表，就是讲咱人一生咱所有的需求，会当用安尼来做分别。上下骹当然是上基本，上需要就是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睡。咱一定爱食，一定爱困。你若欠食的，就会破病。甚至就会死去，这是需求。过来就是安全的需求，咱食衣住行拢需要安全。过来就是这个社会，就是也是听。过来搁起哩，就是尊重。搁起哩就是自我实现。咱无时间讲伤济，咱若有兴趣，你会当去查这个资料。这就是愈关键的时阵，你的需求当然
无遐尼明显，但是当你会当得到满足的时阵，你的快乐会当搁较久。啊，上下骹生理需求，你即马啉水，连咪着喙焦。啊，即顿食饱，搁无偌久着腹肚枵。啊，这就是咱的需求，拢有存在者的。啊，当然，这是表达讲，当咱的需求你会当得到满足的时阵，你的迄个moment， 迄个时阵就是快乐，就是幸福，这是必然的。但是虽然是安尼，嘛有一寡差别。头一项就是程度的差别。同款是食饭，有的人就的确爱山珍海味，有的人就是清粥小菜，就当得到满足；有的人一定爱去饭店，有的人路边摊嘛是同款食饱。这毋是经济的问题那点吼。当然，搁较重要是每一个人对即个看重，啊，甲伊会当得到的程度，搁来就是过程的差别。吼，亲像咱讲，一个人若是真好势当得到遮个需要，食饭啉水，伊感觉无有啥物特别。但是一个人若是经过劳动，亲像圣经讲，流泪撒种。也是讲运动大量运动了后，伊即个时阵有一杯水通啉，伊就感觉哇，足满足。迄个满足的程度是无共款。过来频率的差别，就是讲，有时阵你会足爱做一寡代志，也是讲食一寡物件，但是若叫你逐工食，比如讲学生囡仔上爱食的就是泡面，就是炸鸡，就是手摇饮，但是伊敢有可能逐顿拢食？无可能，迄毋是无健康啦，定，因为你若定定安尼，当然你就疲乏，你就会想讲有啥物其他好食的无？这就是频率的差别。但是咱若久久啊食一摆泡面，像我拢趁阮太太无伫厝的时阵，我就泡面来食，感觉有一种幸福感。快乐有一种限制，亲像咱讲的，你若是这个需求层次愈低，你的持续性愈低，愈低，对无？但是你若是愈悬，甚至到自我实现，到尊重，到伫听，你的迄个快乐的持续性就会当搁较久，搁较久。但是不管怎样，人拢是敢若搬过一山，搁过一山，你嘛是需要时常去追求即款的快乐。快乐常常是安尼，但是咱嘛有一寡迷思，成功是毋是等于快乐？咱拢知影不等于真一寡成功的人，伊无一定会当得到快乐，甚至好业人嘛无一定得到真正的快乐，因为伊担心别人拢会孝顺伊的钱财。但是有时阵真简单的快乐。无需要用真侪钱，也是讲你着一定爱啥物款的人文，才有法度得到即款的快乐。所以咱小可对快乐已经有一寡了解。过来，其实快乐若用即个医学的观点，存在即个快乐的机制，快乐，互咱真正感觉快乐的即个原因，是存在咱的大脑的内底。安怎讲？伫咱大脑上中心上深的所在，有一个叫做边缘系统。这是我对伫即个心理师伊专门在研究即个心理学伊来演讲的时候，伊讲嘛是真有道理伫即个边缘系统内面有一寡甲咱的快乐接收有关系。当然，咱的大脑的运作非常的复杂，咱中间有医生，请原谅我有讲无好势的所在。大约意思就是讲，咱的大脑你若运作正常，你较容易去接收到快乐的信号。要安怎运作正常？当然，这就要靠咱大脑真侪遮传导物质，血清素、多巴胺、脑内啡，这拢会影响伫咱大脑的运作。
但是这咱当然无啥真了解吼，但是有几项咱一定知影啊。一个人若是困好好势啊，一个人若有食有好营养啊，一个人若是有运动，其实这三项拢是真重要。吼，毋管是婴仔，也是到年岁真大的人，吼，啊，我伫学校嘛是会常常甲遮个学生讲，吼，这三项拢是上重要，困眠、营养甲运动。这拢是真重要。啊，你若有这三项，你的大脑就会当这个中央迄个所在吼，边缘系统就袂一直伫遐伫发炎吼，也是变红吼。啊，你就会当冷静落来。啊，你对伫周围遮个物件的感受就会当较正确。啊，比如讲一个人若困无好势，啊，平常时人甲你讲耍笑拢无要紧。但是你若困无好势，你就感觉很烦躁，啊，这个时阵就会影响你甲人的关系，所以困眠休困当然是上重要。除了这三项，过来上帝创造嘛是真奇妙，伊互咱若是有机会，你去外口看卖，这阮学校的礼拜堂，啊，阮学校真特别吼，阮学校有真侪遮个绿树。这个真水的建筑所以阮学校的学生拢是真幸福我常常拢安尼讲。咱有机会，咱去外口看遮个真青翠的草，也是树啊，也是山甚至若是天气好的时阵你看到日光咱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对无？这是上帝创造互咱这个时阵，咱的头壳、咱的边缘系统就会当冷静落来你就会当去感受遮个水。甲遮会好，这是阮学校的即个相关的树，阮甲叫做圣诞树这嘛是阮学校内面的一个景我是置入行销啦伫讲道中间顺续介绍阮学校的遮个景色。其实咱在讲这拢甲咱快乐，拢甲咱的大脑有关系当然快乐甲咱的即个需要得到满足有关系其实伫咱的信仰咧他拄仔讲，即个上帝创造真奇妙，互咱有遮个自然环境，互咱的心得到欢喜快乐。其实上帝创造咱，伊嘛是爱咱会当来得到快乐。咱他拄仔拢有读主导文，你若看主导文的内容，真趣味。伊拄仔好着符合即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咱若甲倒看卖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咱甲上帝关系。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这就是咱本来是自我实现，到上帝国的实现。阮的日是今仔日赏赐互阮。这就是咱的上基本的生理需求这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就是咱甲人的关系社会的需求。过来无互咱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这就是安全的需求。所以咱也看，咱咧读即个主导文的时阵，真自然，咱就是伫甲上帝祈求，通过咱的祈祷，互咱的遮个需求会当得到满足，咱就会当得到幸福，得到快乐，真趣味。但是这中间有一个真大的差别。原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伊是讲自我中心、自我中心，这拢是我需要的。但是伫主导文是刷得到伫用上帝国最中心，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改变。当咱对自我中心，就是耶稣讲的，看无家己所志，咱会当看到上帝国的需求，然后想要去满足上帝国的需求的时阵，上帝自然就满足咱的需求。因为上帝国的需求是更较大，上帝嘛知影咱的需要，这就是对伫主导文中间，咱在祈祷的时阵，咱真自然
咱就是得通过这个用上帝国最中心来满足上帝的心意啊，上司嘛，互咱得到幸福，得到快乐啊，这就是需要信心。其实讲起来，毋是干那主导文，咱看咱的信仰啊，咱的圣经，就是在讲即款的物件啊，比如讲咱真实诗篇23篇啊，嘛是共款对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拢无欠缺。伊互我伫青翠的草坡，就是生理的需求。安静的水边，有草通食，有水通啉。对羊仔来讲，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这就是安全的需求，对无？啊，伫我对敌白色炎夏这就是咱甲人的关系。所以诗篇23篇嘛是会当安尼来套用。就是伫咱的需求的内面。当然这诗篇23篇讲的是搁较大。咱的人生嘛是讲起咱甲上帝国的关系。其实伫咱学校内底，咱的迄个头拄仔看到的迄个礼拜堂，咱伫设计的时阵，即个建筑师甲即个咱的美术老师，因伫设计即个礼拜堂的时阵，就是用诗篇23篇做即个 image， 做即个意象，就是外面有青翠的草坡，搁有即个水池啊，内面搁有一个壁画，就是羊仔，搁有一个即个水边搁有一个福杯，所以咱伫学校对伫遮学生。咱就是用亲像即款诗篇23篇即个牧者甲羊的关系这就是咱的基督教的学校即款信仰的精神。伫咱的即个信仰的传统内面，咱阁有一项就是咱咧讲起即个为书敏书德要理问答。这就是古早的问道理啦，伫上课的资料。伊头一条就是在问讲，人生上重要的目的是啥物？就是荣光上帝。咱有时阵敢若知影到遮，但是后面阁有一句：永远掠伊最快乐，以他为乐。所以咱基督徒的信仰就是用上帝最快乐。上帝要安怎互咱快乐？就是咱头拄仔伫讲的当咱伫读即个主导文，当咱伫念即个诗篇23篇，甚至咱圣经所有其他的应允，上帝的祝福，拢是要互咱得到满足，得到快乐。伫遮我要来讲起咱的信仰的前辈嘛是咱所知影的马偕博士。咱北部的教会的建立大部分拢是甲马偕有关系，伊嘛是咱即个。北部教会、长老教会，伊上开始伫遮来宣教的宣教师，咱拢知马偕博士，这就是马偕的墓园。伫即个墓园，咱看正手边有一个即个纪念碑，纪念碑，我若甲放大，纪念碑顶面就是个人录例，安尼讲，中央。我用黄色甲圈起来，这就是伊的一首诗，叫做《最后的住家》，最后的徛家。最后的徛家，这是伊写伫伊的册的前言，后来甲改做诗的题材。因为伊写了真水，所以这段诗真侪人拢爱，拢真爱读，甚至我算过有10种版本的即个歌谱，就是这首最后的徛家，内面写啥物？这就是伊的册，头前的字，当然这英语咱看无啥有，咱若甲看中文，这是中文，这就是迄个纪念碑顶面的字的中文，大概是安尼。咱若是用台语来看。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的青春拢献予你。
我专心所听惜的台湾啦，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就是伊一生所有的快乐拢伫遮，伊的专心拢伫台湾啊，在听即个台湾、即个土地啊、即个人民。啊，咱在即个1895年的时阵啊，迄个时阵日本拍赢迄阵的清朝将台湾要甲当做因的土地吼，这就是迄个马关条约。迄个时阵，马偕伊第二遍返去伊的国家，因为战争的关系，伊无法度入来，伊真着急，真着急。迄个时阵有人讲你是外国人，你毋免入来，你甚至会当去别个所在去小秘一下，但是伊讲伊是台湾人，伊关心伫遮的教会，所以当咱对一个所在有疼心的时阵，也是咱对伫一寡人你有疼的时阵，你就会掠遮个代志做欢喜，这就是马偕伊所留落来，互咱的精神。伊也掠上帝做伊的欢喜，所以伊伫台湾伫30年的中间，伊真认真、真拍拼，行过真侪所在，嘛定定破病，但是伊若是身躯搁较好，伊就搁起来继续工作。这就是马偕伊的性命的表现就是用安尼用上帝的代志做欢喜，用伊所关心的台湾即个土地甲人来做伊的欢喜。当咱咧讲快乐的时阵，阁有一种特别的所在嘛，就是伊有感染力。咱拢做爱甲，咱较爱甲迄个会带动，也是讲有迄款正面气质的人。甚至较容易互咱欢喜的人斗阵，对无？咱若拄着遐个忧头革面的人，当然咱有时阵会较想讲要会当甲斗相共啥物无？当然，若是伊会因为咱的斗相共来回复，咱嘛会感觉欢喜，对无？但是若一个人毋管啥物代志，一直拢是忧头革面，有时阵咱会想讲，安尼较无咱的代志离开伊较远，小可无要紧嘛较袂以免讲咱家己嘛受到影响，对无？但是一个人伊若是时常表现出真乐观、真阳光真快乐的气氛，咱真自然就会甲伊想讲要甲伊斗阵，这是真自然的代志这就是快乐的感染力。有一本册叫做《真最有感染力的基督徒》，成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内面有一句话，伊讲：人生无有任何代志比朋友相交陪，彼此相听，带对方一路行往基督搁较刺激。伊讲刺激翻译最刺激，其实意思是讲搁较互人兴奋。exciting 搁较互人会当快乐即款的代志无有任何的代志。我想咱真做基督徒，咱甲别人无共款咱毋是干那顾家己的代志，意思是讲一般人干那顾伊的代志，顾伊的厝内人，顾伊的朋友，但是咱基督徒毋是干那安尼，因为当咱领受上帝福气的时阵。当咱得到快乐，咱真自然，你就会表现出来。真自然，你就想要甲人分享，这就是基督徒的特质。伫咱的教会，我相信咱嘛有即款的特质，也是讲咱会当继续互咱保持即款的特质，因为安尼人就真自然，就要受咱来吸引，受咱的教会来吸引，因真自然就要入来伫咱的中间，所以简单讲起来，咱要传福音无真困难，
无真困难。只要咱会当将咱所得到的欢喜快乐表现出来，人就会当看到，那人真自然就会要瓦群咱。当然有时阵我知影吼，咱有时阵嘛会因为一寡咱所烦恼的代志，也是讲咱即个时阵敢若放袂落去的代志，咱伫遐底看路。但是咱嘛爱记哩吼，上帝其实保守咱的机会已经真济啊。有时阵咱真赶紧要祈祷，也是讲真认真要祈祷，是因为咱拄着啥物款的代志。但是其实上帝大部分的时阵，伊拢在保守咱，只是咱无去看到，安尼那定。所以圣经有真济互咱的话，就常常欢喜，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咱若是当时常表现出咱的信心，看到上帝的指示，咱真自然就要得到欢喜。搁来，咱上大咱所看入性命的问题，上帝嘛已经替咱解决了。最后有一个故事是讲，伫即个草原顶面，有一只细只狮啊，甲伊的妈妈斗阵，因为伊有伊的妈妈伫遐伫保护，所以伊嘛伫遐生甲足欢喜，伫遐伫跳啊，伫遐伫食遮物件吼，伊就感觉足快乐。伊即个时阵忽然间想到一个问题，伊知影伊即嘛快乐，但是伊想要知影讲，啥物是快乐？啥物是快乐？伊的妈妈就甲讲，快乐欢喜就是伫你的尾溜啦，在你的尾巴。咱捌看过狗仔在捉伊的尾巴无？伊在追求伊的快乐，当然是捉袂着。即个时阵，即个伊的妈妈就甲讲即个戆囡仔，快乐就是当你抬头挺胸当你昂首向前的时阵，你的尾溜就翘起来，人就看到你的快乐。咱是上帝的囝子，咱是上帝的囝子，咱已经有所有上帝圣经讲上帝若无疼惜伊家己的圣囝，赏赐互咱，阁有啥物无要赏赐互咱，就将伊家己甲万物拢白白赏赐互咱。所以咱是上帝的囝子，咱会当看到上帝已经伫咱头前备办真济的好物，真济幸福快乐。咱会当好胆抬头挺胸，咱会当伫即个世界，咱会当表现出咱的快乐的时阵，人就会当看到咱是上帝的囝子，咱是幸福，咱是快乐。愿上帝赐福咱，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疼痛，你互阮诚侪你的囝子，你也互阮会当伫你的家领受对你来的平安欢喜。虽望有时阵，阮会为着阮所拄着的代志，阮看路，总是阮嘛相信你拢知，你也为阮备办一切。当阮会当看到你互阮的遮个恩典福气的时阵，当阮无有看路的时阵，阮就要举头，阮就要向前，阮就要互人看到你是阮的爸，阮啥物拢无欠缺，阮也要来领受，勇敢领受你互阮逐项的福气。祝你赏赐阮有即款的看见，赏赐阮有即款的智慧，也互阮有勇气，会当伫即个世间，阮会当勇敢来为你做见证，也去影响、去感染着阮四周围的人，互因也会当得到对你来的幸福。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圣诗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请起立，唱全首。
请坐，这时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你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起立。我的志愿献乎你，永存红毯日子。我的在前你受死，但我愿为罪义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照顾阮每一天，想使阮有够额的恩典，互阮拢无欠缺，嘛有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阮献上阮的时间、才能甲金钱，做你圣工所用，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的名。阿妹，请坐，来请牧师来报告，请长老来报告。来，请问今日敢有头一届来到感恩教会，甲咱同齐敬拜的兄弟？哦，有一个许图是那个坤英兄的太太，真久无来，哦，是那个心怡姐，哎，心怡姐，也照片有小册。哦，请来，请你起立，欢迎你来。敢阁有头一届，还有一个沈桃姊妹。上个礼拜，好，还是上个礼拜，好，来，这阵来报告。
好，来，请牧师来报告。但是咱先感谢即个同甘中学的即个邢牧师哦，今日来到咱的中间，咱嘛拍破来感谢伊今日的分享。我的查某囝伫同甘中学也受到邢牧师真好的照顾啊，所以伊今日爱去考学测，咱即3天昨今日甲明仔是大学的升学的学测，全台湾有81000的高中生，要来考大学，但是咱嘛看到这人数愈来愈低剩下8万多人，过去爱40万即马剩安尼尔，今年是要12万，12万的，所以咱嘛看到讲咱的出生人口旧年才9万外今年可能更较低出生人口。预测在8万多，所以咱真正爱好好为着咱的后一代，特别是少年的子女，为着因来鼓励，为着因来幸福幸福将来的幸福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第二项要报告的，就是咱的这个台2区，今日咱甲邀请咱的台2区，还有咱下晡时间，咱若有方便的兄弟。咱要来收咱的旧年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装塔，是咱主要是2楼的这个圣诞树甲1楼到这个新堂甲咱的骑楼外面的布置，因为咱这的布置拢爱差不多用1礼拜时间，收嘛爱1礼拜的时间，所以今日重点是这个2丛的圣诞树，甲这的走廊的这的布置。所以咱兄弟是兄弟时间方便，今日下晡3点，请咱伫1楼来到协作。咱嘛真感谢这个花卉组的同工咱伫旧年开始，咱的这个头一个礼拜等的插花咱有一块细细这个牌都会有这个礼拜插花的意象。所以现在牌子上面会有这个，他帮他取一个名字，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创作的理念，准家里就还有放各种的香水在上面所以咱来当对咱真感谢这个插花同工因的用心，咱嘛当来做伙来关心。过来是咱的这个来拜三，咱有邀请这个永光教会的周信营牧师，甲因教会同工要来甲咱分享，这个敬拜赞美，咱伫今年开始，咱有几啊遍的祈祷会，一个月咱拢会用这个俄罗敬拜做主题，目的就是要互咱教会这个俄罗敬拜，会当搁再来提升。咱看到伫北部教会，特别是永光教会，因伫即个俄罗敬拜，做了非常久长的时间，包括对周牧师伊家己本身，甲伊所带的青年，伊的后生昨嘛是团队啦，昨嘛有来咱青年礼拜来分享，因真有够因带领因的即个青年够一个16岁的高中生，已经在他们的教会敬拜团已经服侍10年，从他6岁就开始参加敬拜团，即摆已经是这个敬拜团舞团的团长所以真正是非常的用心，所以嘛欢迎咱兄弟姊妹，咱会当透过除了逐天的灵修笔记来敬拜，咱嘛透过祈祷，嘛当透过娱乐来学习安怎来亲近咱的上帝，所以是8点伫新堂来举行过来是咱的圣诞红，咱的今年布置的圣诞红是特别走去大兰、卓兰，去遐买回来，这个圣诞红，真水，国家也非常的用心，顾了真好，拢总50盆，所以咱伫后日这礼拜开始登记，一盆大盆的是100块，小盆的是50块，然后咱是。登记了后礼拜抽签惊大家用抢的到时阵就撕破关系，那个社会关系就不幸福了。所以咱就是咱一个人会当登记上侪2盆对今日开始。所以咱虽然礼拜煞会当去登记后礼拜才请你来甲伊摸登去好，过来是咱教会有甲世界世界展望会有在合作。今年我们会他希望我们能够来转介身边的清寒儿童，是从出生0岁或是还在怀孕当中都可以来申请到16岁就是高中上高中的时候，
好，所以咱的市展会，好，伫咱的这个后车头，好，以及桃园中心，好，咱买当若有身躯边，好，感觉需要关心，好，特别是经济上有困难，好，遮的细囝，好，到16岁以下的，咱会当来到咱的协会总干事啊，穆轩来甲伊推荐，好，伊来转达。过来是咱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好，咱每一档的1月到4月是咱招募新的会员，好，咱即马去年有100几个会员啊，好100出头个会员啊，好，所以咱好若是已经加入的，好，咱就是爱交200块的年费。好，咱若还未加入的，好，有要来支持的，好，咱就是爱搁加一个500块的入会费，好，一届就好，好，所以请咱会当做伙来关心，好，咱的性命教育协会，好，今年是21周年啊，好，咱嘛做真侪事工，好，特别是咱，吼，比咱教会的事工，我感觉搁较无闲啊，好，咱教会是礼拜六、礼拜天较无闲，好，咱的协会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好，透早8点外到下晡4点啊，哦，规工拢在无闲，好，所以好，咱的教会真正讲全年啊，好，每一天都是社区甲咱的教会会友兄弟啊，好，所以咱嘛有真侪遮的开支，好嘛，有真侪遮的遮的需要付出的，好，所以请咱会当做伙用来关心甲支持，好，过来是咱教会好的即个团契啊，要等搁开始来招募。好，所以咱今年有双年团契、妇女团契、社青团契。好，伫咱的周报第3页，好，有即个3个团契的介绍甲资格哦。好，咱家己画展，吼，搁有一个3分钟的影片哦。咱做伙来看即个影片哦。是长老教会对内对外一个很好的连结事工。过去迦南教会有松年、妇女、社青、学青4大团契在运作。在2018年，教会因回应整体牧养与宣教意向，积极推动小组扩展与倍增的方向。为了使人力、时间与资源能更有效集中运用，教会经过审慎评估，阶段性暂时停止团契事工的推动，共有8年。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将在2026年再度开启松年妇女社青3个团契事工。今年没有你出场，我先来照顺序介绍各团契。首先介绍松年团契。松年团契不只是年长弟兄姊妹的聚会，更是一群带住生命厚度走进社区的属灵前辈。我们在团契中彼此关怀，也把这份关怀延伸到教会外，探访独居长者，关心社区银发族，参与关怀据点与节庆关怀行动。松年团契也秉着团契精神，继续支持关心总会中各样施工活动，让年岁不是限制，而是祝福，让银发成为荣耀的冠冕。凡年满60岁以上之兄姐，欢迎加入本团契。松年团契的会长陈淑清，上半年在5月有踏青1日游，下半年参与新竹中会重阳节感恩礼拜及参会。再来是妇女团契。妇女团契是一个被建造也愿意走出去祝福他人的群体。我们在团契中分享生活，彼此扶持，也把这份爱延伸到社区，关怀弱势家庭，陪伴新住民姐妹，举办亲子与女性成长活动。妇女团契相信从家庭出发走进社区，透过实际行动，把基督的爱带进人们真实的生活里，让关系成为福音的桥梁。同时也热心参与总会中会妇女施工部所举办的各样灵修活动，凡属迦南教会女性会友，年满25岁以上者或慕道友，欢迎加入本团契。妇女团契的会长连处于3月1号妇女主日，3月7号世界公岛日，5月21到22 2天1夜灵修会，11月北大女宣灵修会，12月妇女部年会。最后，社青团契。社青团契是一群在职场与社会中愿意用行动回应信仰的年轻成人。我们在团契中讨论信仰与生活，也积极参与外展。社区服务公益行动关怀需要帮助的人，把信仰落实在日常选择中，同时也参与总会中会各样施工活动。社青团契相信福音不只在教会里，更在职场街头与生活现场，让人透过我们看见基督的爱与盼望。
凡属迦南教会年满20岁至40岁之社会青年或慕道友，欢迎加入本团契。社青团契的会长张木轩，3月29、8月2号、9月25精心安排活动以及中秋烤肉联营，邀请大家踊跃参与支持团契事工。每个人的年费是200元，即日起开始报名缴费，请大家多多支持。好，咱来甲这个团契来甲因拍鼓啊，甲因鼓励哦。伫咱的周报嘛有贴一张这个报名表哈，好，所以咱有3个团契，上济我看是一个人可以参加2个哦，好，就是妇女跟松年，好但是呢或是妇女跟社青啊，好，我都3个都参加，好，但是我们希望透过今年咱恢复这个团契事工，互咱的团契当甲咱的中会、甲咱的总会，当有更较侪这个横向的连结。更较要紧是会当将这个福音会当将这个慕道友甲伊引出，好，所以请咱来报名来支持。哦，搁刷接，好，咱的报告，好是咱伫今日下晡1点，好是4控伊教室，好，咱来举行今年有2摆，哈，今日是头1摆牧养同工会，吼，好，所以邀请咱各牧区长老、区长甲小组长来出席啦，是下晡1点伫4楼。然后咱后礼拜哈，伫这个阿加佩牧区，好，下一张，好，咱有这个亲子礼拜，所以咱咧邀请咱的学生，好，甲遮个学生的遮个父母，好，拢做伙来参加第2场的华语的礼拜，好，是10点半，好，然后伫这个礼拜煞以后咧，好，咱嘛要请遮个父母甲学生啊，好，有一个亲师交流啊，好，听讲要食麦当劳的款。好，咱嘛欢迎咱的遮个家长会当做伙来参与。好，最后阁有3点吼，就是咱伫2月初1，好，礼拜日下晡3点，好，伊讲咱有邀请这个台北复兴堂的刘子俊牧师啊，好，伊要来甲咱来分享，好，这个从基督徒好对死亡来看基督徒的性命，好所以这个刘子俊牧师，好，伊是。好，这个伫网络上哈，也是伫这个青年中间，好真受欢迎的这个牧师啊，伊嘛是读这个心理学系啊，好，所以伊会当用伊的角度，好来甲咱分享，好，这个看待死亡，好伊嘛亲像拄则熊牧师所讲的，伊是一个就开心开朗，好就喜乐的这个牧师啊，好会当来分享，好无过来对死亡惊吓。好，是当用更较欢喜喜乐来看待咱的性命。好，然后三峡教会这个有一个会友的大碗公邮本啊，预备到来这个拜2吼这个中昼12点早止。好，所以咱如果要来登记的，好过年要买邮本，好咱会当趁这个机会，好这个400块的款介绍我袂记哩，吼，但是我有食到吼，真大碗，吼，佫真好食，吼，爱当冷冻起来，然后放到过年安尼，好，放到过年伤久诶，对啦，吼，大家家庭主妇就知影吼，这油本会当冷冻诶，吼，最后佫一个补充，吼，就是咱诶邱医师，吼，甲傅芝杰后生，大汉后生邱雨辰，吼，咱就无今日维护肯去哩吼。伫来即礼拜6，吼，伫咱教会10点，吼，要来举行吼结婚礼拜，吼，咱来为因来祝福，吼，佫有一项是咱即个天平山庄，吼，有即个对迦南教会迦南方案吼，好，咱有第1团的即个导览，吼，就是伫1月26号拜1 9点，好，咱伊会派车，好所以咱若想要去了解，好，到底即个塔位，吼，伊的即个促销，吼是。什么型的，好，什么式的，好，咱会当来登记，好，是第一梯次是1月26号，好，早是9点，好，咱这个时阵来请咱做来看今日的金句啊，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9、18节，咱做伙来谈2摆，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遮个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搁一摆，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遮个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
跳伞努力甲前书5章16到18节，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390首，乌老天父万福本源吟诗线，要请新牧师来祝祷，请起立。但愿赏赐5万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得到各项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5万。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看顾，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牧师伫遮阁补充一项啊，拄则袂记你介绍吼丹江中学吼，咱教会吼嘛有一名的即个董事吼，是即个庄凯安长老吼，凯安长老嘛是做咱丹江中学的即个董事吼，做伙咧关心淡江中学遮的学生，吼，所以呢，请咱会当继续来支持即个教会的学校。吼，以上咱今日礼拜到遮，咱互相来请安，吼，彼此来祝福，吼，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平安。吼。